人讲来神通过贵咱国内诈骗集团含外国的交结，协助因来把这钱领出来。警方发现讲，被害人伫特定的 App 顶头开钱买股票，看起来是有赚到钱，事实上因是人讲伫后壁操作。干那这半年呢，就超过70个人去报案，损失2亿2千万，甚至有退休的民众哄骗2800多万。1885万，现金藏伫身躯，互警方监视。查甫人受人指使做车手，摕查拉款，顺线向顶面掠，搁较撞到在台车手集团，专门替诈骗集团提领赃款，查获帮派分子陈姓、祖贤等18人到案，全案依洗钱防治法、诈欺、组织犯罪移送嘉义地检署。车手集团主嫌就是穿红衫的查甫人，甲境外诈骗组织交结，协助提领查拉款，警方协助超过70人哄骗，财损总金额达到2.2亿。一名退休的国家投资2800多万，损失上惨重。骗人的步数透过假投资先为面册广告，将人诱到赖群组，声伊下载指定的 App 进行股票下单，若鼓吹买标股，搁较是利用股票申购条，讲向还中签，其实后台拢是向还金刚操控。我们可能就是通报那个警察机关，因为金管会这边没有办法请他们移除啊。如果说一般你在网络上就随便给你一个资讯，然后你就去下载，那个风险都很高啊。那应该要透过这些合法业者吧。诈骗防治未了，政治局讲，面对假的投资 App， 只会当通报警政机关自身无公权力，会当进行摕落来，也提醒民众为合法平台交易。毕竟钱防骗走是真歹追回，这摆财损超过亿，警方只扣到无到4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